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风台白鹿有可能在明仔载透早发布海上警报，过头了后有可能发布陆上警报，拜六影响台湾上界大。根据医学团队的研究，真侪人得肺癌，不是因为食薰，可能是空气污染引起的，而南部是比北部加15倍。大师大开意外起一个美术馆，因为外形三角尖引起别人的批评。新闻一开始，咱做伙来关心风台消息。印度风台白鹿气象局上紧在明仔载透早会发布海上警报，过头了后有可能会发布陆上的警报。伫拜六的时阵是影响台湾上界级别的时阵，气象局也讲风台路径是往南走小快。有可能会伫东部来登陆。另外，在明仔载台东甲绿岛往回船只，拜五过头了后，就会全部来停驶。看海红船驶出花莲港，外海风平浪静，不时有海猪仔亮出来。拜时阁有旅客要出海看海红，不过因为看到风台白鹿要来，看海红船按算拜五下晡开始停驶。对，我们预计在明天中午以后，可能就要宣布停航了，因为它的行进速度可能后续会再加快。台东来回离岛的船班，拜五早起，阁有船班所运旅客等于台东。过头了后，台东离岛来回全部取消，拜六规工所有的船嘛拢停驶。对台湾过来的白鹿风台，下晡伫高南偏东南东风差不多1050公里的海面上，刺激暴风圈半径100公里，以每点钟22公里的速度挖近。气象局指出，白鹿风台持续增强，目前阁伫咧轻度风台上限，上紧拜五透早5点半会发布海上警报，下半工发布陆上警报。对风台挖近东部南部地区要注意局部大雨甲大水雨。周六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呢，会来到它最强的时候。受到它的雨带的影响，开始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甚至在周日的这一天，台风逐渐往西远离的过程当中呢，西南风还是会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气象局表示，风台的路径大头向南边修正，有可能伫花东交界登陆。气象专家是表示，白鹿风台自形成以来，结果都无对东是南大过北的情形。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呢，事实上从昨天到今天都有明显牺牲增强的一个趋势，让这个台风没有办法发展的往北走。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台风它的这个重心呢是在南侧比较多，所以整个它往南的分量就相对的往西往南的分量就会变得比较强一点。气象局表示，目前对东半部着低到巴士海峡拢是白鹿风台有可能移动的路径，目前阁有不确定性，气象局会观察伊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也因为落大雨落了几来日，在台中要去新社丰原的中80八线，路架是规个放弃，大约是有60公尺深，宽度大约有80公尺，道路的地基也隆重空去啊。看到这个风台就要来啊！加工的继续帮台中市建设局先把路封起来，也疏开附近的民众。也因为放落来山壁顶头有一个高压电塔，台电相关单位也赶紧去处理啊。规片山坪已经崩塌，原本的路基已经看无，电火条嘛，出到去山谷，路已经唔正路。台电工程人员冒险经过石头堆，要确认其他设施的安全性。对面上空气的画面，会当看到规片山坪真恐怖。崩壁的范围有80公尺长、60公尺深，对山岭以下用要拢崩落，是伫咧台中连接丰原甲新社的中8线。秋天刷到大雨，新市路面铺起来，最后是规片拢塌落去。新社水济街到丰原东永里的启永河道路，嘛规个拢塌落去。那它的地势刚好因为顺向坡，那整个山坡呢，整个滑移下来。那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转弯的地段啊，所以整个滑移之后，其实对上面啊有一些设施呢，我们也密切在观察。那在更远方的地方，其实还有台电的高压电塔，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啊。
路基严重流失，旁边范围搁大，风台特别大，工程单位除了新丰必道路，嘛疏散居民。但是我近新社这边的房塔有景观餐厅甲住落，都惊讲风太大会造成更较大的危害，居民无路通行，要去新社都爱西远路。大影响，这要正对方圆的人较早这只水井顶无，遐人出去拢顶只较近啦。哇，这样嘛歹处理，伊个即摆变做讲嘛歹动了吼。应该清掉个这土地。系啊，再去处理才有法度啊啦。台中市建设局指出，目前中北北线也无法度抢通，主要是搁继续咧崩塌，土石量搁咧估算当中。因为这套位啊，并无互人大规模开发，应该是大雨造成的崩壁。未来会用定期条拍好在的做法，豆豆啊修复这条道路，幸好民众这条安全的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政治的消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也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今仔日甲伊的国政国务团举办头一场的国政直播说明会，讲到要重新启动核市场、以核用力以及降低空气污染等等能源的政策。不过，核市场是伫新北市，共党的市长侯友宜认为这是一个假议题，核废料根本就无法度来处理。环保团体也批评韩国瑜，讲核废料处理方式根本就是白贼。我个人同意签署核四启封商转的法典。签署核四开放商转的公投联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第一场国政说明直播，就针对台湾的能源问题提出政策，佮直接表态要伫人民长期安全无忧的前提下重启核四。我们周边的国家地区这么多核电厂，哇，也就是说，工商企业界人认为，人家一样有头脑、有安全管制，人家可以运用核能。为什么我们台湾人是比人家笨吗？比人家傻吗？不是的，是台湾今天太多问题都泛政治化。韩国瑜催前行政院长张善政甲核能留言终结者创办人黄树修等人做顾问，响应以核用力，也提出高压电动车补助者改善空污做法。不过核四争议30年所在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认为，重启是假议题。我的燃料棒已经有一半已经回去了。这也是事实。我们面对的还有一个核废料，你有能力处理吗？侯友宜强调，中启核四存在真侪问题，核能安全无妥协空间。张善政是提出，台湾目前燃料所也可能启动核四1号炉核废料处理做法。核废料要送到法国去做精炼、做浓缩、减量。比较好处理，永久性的处理，不是现在什么建造拿得下来拿不下来，什么那个处置厂的问题，不是的。核废料可以处理，就是一个谎言，按照恭喜谎言，因为上去法国处理嘛是尾啊嘛是爱上等啊。环保团体强调，所谓核废料处理只是分离出一个人利用的物质，有关会留着废料，会发起反核公投抵制韩国瑜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讲到要重新启动核市场这个议题，也引起众人甲喷。总统蔡英文爱韩国瑜加自我脱开，加自我功课。行政院也讲袂使，经济部也批评讲核市场是假议题，也是废话。民进党党中央也批评韩国瑜所讲的绿能政策，民进党政府已经伫咧做啊，爱633团队卖个骗啊。2010总统选前，韩国瑜先提出2035年505框计划重启核四议题。蔡总统反击台湾无欠电只是假议题，而且核废料处理困难度高，搁开钱，爱韩国瑜加接地气，加做功课。要告诉我们的韩市长政策真的要花时间，也要接地气，也要了解真实的情况不是外包给某一个团队就可以。所谓外包的一个团队的成员都是过去的执政的团队还是留在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传闻考试韩国瑜国政团就是633团队，民进党中央也搁跳票顾问团唔通搁骗啊！行政强调，重启核四无可能，经济部搁反呛505框计划按4任总统才做到，什么人要负政策责任呢？重启核四或是核2、核3厂的研议，都在技术上非常艰困且不可行。一个评论叫假议题，一个评论叫废话。台电公司提出来的评估
就是7+N 年，那个要4任的总统才会做到的才会到的时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主张，到时候要谁来负责任？陈文清强调，韩国陆港的能源政策，即马政府早就咧做。伊伫讲欠电，就是为着中期核试。台电也表示，核试1744所核燃料棒，按照立法院决议，要伫109年以前全部送转去美国原厂。假使要中期核试，还阁重新进行安全测试，完成地质调查报告，符合上新的安全标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这3个人，总算要同齐来出现咯。3个人伫23时阵会在823音乐会共台结束了后，敢会私底下来面会呢？郭文哲讲后壁行程是白马马。另外，伊也针对着韩国瑜讲到，会伫人民同意而且是安全无问题情形之下，重新启动核试场。郭文哲也笑讲，这根本就是废话。高雄市长韩国瑜讲，伫2个条件之下，会当搁展开核试，伫政坛搁一届来引起讨论。针对韩国瑜讲的话，台北市长郭文哲挡袂掉哪笑哪讲口舌的回应。他说2个条件，什么人民同意，还是什么？还有什么安全？废话不？老实讲哦，其实核试真的是一笔烂账，没有比贪污更严重的事。有啊，决策错误啊，就是说核试让7搞8搞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坦白讲哦，核试要盖很困难啊，我也知道，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也没有人敢出来说好停掉不盖了。郭文哲强调讲，核试的问题确实是一个真困难的地步，有时阵连家己拢会感觉讲，规气刷刷去，就安尼来解决核试的问题。另外，拖尾1个月，郭官王做伙共台总算是成啊。郭官王3个人要伫23早起共台出席823 61周年音乐会。就看报道讲，会确定这场合体活动，上主要是郭台铭的定名来建议的，要找甲中华民国真有关系的行程，落尾经过3方确认了，才决定这个行程。算是老兵的一个现场，也是希望能够从铁杆的跳槽去出发嘛。老实讲，我是没有想那么多啊。对我来讲，就是反正我们台北市政府每年都有固定在办活动啊。结束3个人会碰面吗？我看我后面还都有排行程啊，也没有了。要赶在9月前有个结论吗？啊，还是那4个字，顺其自然呢。对两岸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对你们3人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吗？郭官王革命的局势总算看活，传出讲王金平确定要全力来辅助郭台铭，负责地方组织的工作。郭王2个人这礼拜卖伫关公的见证之下来革命，后一步就是要甲郭文哲联手布局立委选举。郭官王伫823共台，拄好蔡英文嘛要去金门参加823炮战的活动，要来抽亲拿的铁票，双方要伫2个地点来拼场。记者综合报道。咱上紧明年就会当换新的身份证啊！行政院通过了内政部数位身份证的规划案，确定称做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外观会有国旗、英文名称，配合着护照顶头名字，另外还会加注台湾。初期敢若会结合着自然人凭证，在第2阶段会绑手机号码，或这张身份证有悠游卡的功能。按算在明年10月就开始要来换。行政院会22号决议，内政部的数位身份证规划案，定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外观有国旗、英文名字，配合护照加注台湾。按过正式样本，要到明年4月5日才公布，为明年10月起进行换证。因将爱临柜办理，高层爱开48页。换发的这段时间是全部都是免费用的哈，我们会帮民众在2年的时间内完成换发，14岁以下初领身份证的部分，我们也是免费。数位身份证公开资讯，名字、相片、出示日期、身份证字号加婚姻状态，初期结合自然人凭证。第2阶段绑定手机未来有 App 功能，应用条码确认身份证的资料，免查身份证就用认证。另外，因为自安考虑，初期并无结合健保卡加驾照，按过人权团体烦恼，网络交易服务可能会要求数位身份认证。不管公司领域，若接到1人1号的身份证字号进行活动记录串联。恐惊变成社会监控。把
同样一个人他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的这些活动，其实他就有机会做一些串联。那串联的话，其实就跟现在中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信用平等制度，其实就已经有一些外观上面以及内在架构上面的相似性。绑定手机的部分，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啊，那也是下一个阶段的目标。用条码确认你这张身份证上的相关资讯，那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虚拟卡。内政部表示，所谓身份证结合手机就亲像悠游卡或者是一卡通，飞机卡也用取代实体卡，使用时甲自然人凭证同款，未伫凭证中心留记录，也无需要联系内政部取用告知，未有国家监控者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一开始咱就爱祈祷因平安哦。再就有9名准官的基兰索学喜船进量太6号，伫夏威夷的中途岛西北方的公海失去了联络。喜船在7月初自南方蚵仔来出海，伫这个月下晡18号下晡无收到因的回报，卫星电话也来故障。船头家在昨也通报因失去联络，这也是8月以来发生第2件喜船失踪案件。宜兰所澳洲喜船进入太6号被通报失联，伊是一只86.7吨的喜船，顶个月6号为南方澳渔港出海，往台湾东北边2600海里作业。8月18日，夏威夷中途岛西北边700海里失联，不过因为喜船紧急事故卫星发报器并无发出沉船进水的求救信号，所以人伫台湾的船主判断，确实无发生意外，就是喜船被劫持了。最担心的地方就是说他被他挟持，可能那些外劳在跟船长在跟谈条件，人工把那个全部的那个开关都关掉啊，才会断讯啊。进量太6号有9名船员，1名台籍船长，1名中国籍轮机长，加7名印尼籍移工。渔业署表示，无排除是发生事故，已经紧急联络附近3只渔船来找找。美国夏威夷搜救中心也伫台湾时间早起11点派船来搜救。联络的结果还是大家都没有新的讯息。美国已经告知我们，他会从夏威夷这边派出一艘舰艇协助去现场搜寻。那另外我们也联系这一个周边，我们苏澳旗有3艘渔船，现在也是赶往案发海域。进量太6号失联是8月份以来发生第2件渔船海上失联案。日前宜兰岛城籍渔船船役在1号，怀疑被外籍客轮弄到沉去，6名失联船员到即马拢无消息。渔业署讲，被怀疑钓水货轮正开往印度洋，可能停靠南回港口，已经请托南回当局，确实船只有进港，佮进行查访。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台大国医院甲台湾癌症登记中心做伙来研究着30万名的肺癌患者，发现讲着肺癌的患者超过一半是拢无食薰，造成因会着肺腺癌的原因可能是空气污染。也发现讲在高雄、屏东地区着肺腺癌的几率是北部的15倍以上。明明是透早煞翕到那像尾仔麦景致，空气当中阁有真歹鼻的味。这是2年进前，民众翕到屏东邦寮空气污染的画面。同款的状况一直伫高屏地区来发生。毛研究团队发现，高雄、屏东地区肺腺癌逐年的增加率是北部的15倍。北高的空污在过去这50年来，刚好是呈现相反的趋势。对，那高雄刚好以前它空气非常好，后来变得比较差，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样的趋势有反映在我们的那个肺腺癌的发生率的方面。这项研究的成果是台大、中兴大学、阳明大学、国卫院，还有台湾癌症登记中心共同合作。团队内底陈建华医师讲，研究1995年到2015年当中，37万个肺癌的患者，发现讲男性肺腺癌发生的几率拄10万分之9，增加到10万分之23；女性是拄10万分之7的几率，增加到10万分之24。而且内底有5成3的人拢无食薰，嘛，互团队怀疑可能肺腺癌甲空气污染有关系。另外一项
项结果嘛发现，12年前开始，高屏地区的戏刷案逐年增加率比桃园以北的地区加要15倍。研究报告、数据调查非常的多，但是我们相对付出的政策跟行动是很少的。那这个部分的努力，我想不只是全民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是不是受损而已，还要想想整个高屏的下一个世代的未来。从104到107。其实就高屏地区，它已经减少了20%的浓度。那地方也有建议，我们也会来推动，是不是我们来成立高屏地区的空污管制的一个工作的小组。环保团体认为这项结果是无意外，因为南部本地就是长期伫重工业的污染之下，毋过政府应该要设想的是，要安怎更较有效的来改善。环保署嘛表示，减少污染会继续透过真侪方面来做，老车加严排放的标准，虽然引起不满，毋过调整了后重新开始。今年嘛已经换掉4611台的老车。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看这条有影亲像轻火无一暝，转台头一个会山顶档的美术馆。国立一级美术馆彩绘列车，而且只拄点红看尔，却因为这个石虎，也就是山撩麻，画得亲像花瓣，引起争议。经过设计师甲石虎专家讨论了后，若是画了伤过真，会影响到规个规划，也决定最后要甲伊捽掉啊。在那像会山顶档的美术馆，民众都抢要坐，车内底真水的花草，用一集山椒鱼来做主题，彩绘列车底行的一集基线，91的题材嘛起红表现出来。921震后的20年我们的整个主题列车里面也有很多20的这个设计元素。毋过即马这40车厢内底彩绘列车煞起红讲石虎拿花瓣，因为石虎的白白身无这2条白线，耳仔后壁应该是乌底三角形的白斑，身躯阁有虎斑鸟的花草。设计师江明之伫咧甲石虎专家沟通了后，认为讲若是画甲伤真，可能会影响整体的设计感，所以才会决定来甲伊取消。真的很像石虎的话，是会变成说，他画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比较拟真的。那可是这个拟真的图像呢，它可能就会跟彩绘列车它本身设计的整体性来讲，可能就会不搭。我会决定说，那石虎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直接把它去掉。除了石虎的争议，40车厢有4个所在是采用空气二电体。2013年就已经去予中国的企业买断，主办单位针对二体的争议已经紧急来处理。质疑说涉嫌会有字体的侵权的部分那我们已经请厂商去洽购那个字体的版权。观光局开300万座的彩绘列车，已经公开20车厢，就引起真侪争议。未测度的第30甲第40车厢会甲石虎提掉，用底色、黄色来去表现。变更设计了后，预计9月底照原本的计划就算营运，限期1年。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水无水则装，歹无歹加能。台师大开上亿起一个美术馆，而且伊的造型真特殊，外形是用100外个三角形贴出来的，真正是三角6尖。不过有一个建筑界人士批评讲，起遐尼大间，伊阁起遐尼歹，颠倒压迫着环境。校方也回应讲，美观是主观的，所以尊重各方的意见。伫咧台北市的清田街内底，4个球彩真济，文艺气氛真高。毋过面头前这栋无规则造型的建筑，就伫咧师大校舍有社区的老建筑中央，看起来有淡薄仔外摇。这是台师大去年落成，明年伫要启用的美术馆。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退休的教授郭兆立最近就伫人面册批评讲，美术馆压迫着4科维亚环境，嘛袂甲互人袂当忍受，根本就是公共空间的暴力行为。就是外形跟师大的其他建筑有点违和感，不太懂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的。建筑外观三角形尖尖，捌有附近的住户烦恼讲，壁刀会去影响到风水。台师大回应讲，这个建案是师大设计系、甲建筑系教授，还有青少年做伙合作的，慢慢得到2015年国家督管建设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创新的一个大胆的创举。台师大强调讲，水歹是主观的感受，嘛尊重各方的意见。毋过，共批评的退休学者嘛点出，建筑毋是个人的艺术，有一半的社会责任，需要配合建蔽率、容积率、都计审查等等。美术工作者林宗奎是透过人面册铺文指出，这个建案伫都审的阶段就有争议，而且整体发展拢欠缺思考，是一个会当受公平的公共建设。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就听嘉豪讲互真。在美国政府为着要抵这寡非法移民，而且要搁再来甲出手啊！美国政府伫21个时阵宣布讲，要甲袂使扣留移民囡仔超过20天的旧规定，要甲汰掉。就安尼做，讲会减少到非法移民带囡仔来偷渡到美国。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也讲，打算要考虑取消伫美国出世就美国公民权这项权利，特地打击到有美国梦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21号宣布上新的移民政策，要取消移民家庭囡仔免居留超过20天的旧规定，未来无居留期限，表示这是保护囡仔避免被当成偷渡美国的工具。新措施23号会公告，并且伫60天内正式实施。The new rule will protect children by reducing incentives for adults, including human smugglers, to exploit minors in the dangerous journey to our border, using them to beat the system and be releas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经过1997年的佛罗里斯和解协议，居留机构必须妥善引导对待移民囡仔，并依法详细今年扣留20天，就必须将监护权交予父母或者是亲戚。按过川普政府认为这项协议有不少漏洞，不只予大部分非法移民有错误期待，认为受到拘留后依然会被放出来，也造成人口走私等边境犯罪问题。川普在声明中强调，为了保护囡仔未受到虐待，阻止非法移民，这是必要人道措施。这也是川普进行采取国族分离政策最后被破铁回后，佮采取甲非法移民囡仔相关的打击手段，不过也引起民权团体不满。I think there definitely will be a legal challenge.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a lot of advocates are looking at right now, and these proposed regulations are clearly unlawful and should clearly be struck down. 不止安尼，川普20号也强调，正在认真考虑废除出示公民权的规定。We are looking at birthright citizenship very seriously. It's frankly ridiculous. 经过美国南北战争了后，通过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无论父母移民身份是啥物，只要伫美国境内出世的囡仔，都能自动摕到美国公民身份。高算伫2011年，差不多有36000名外国妇女到美国生产。川普都批评过，这规定是非法移民的乞招，真台摆想要废除，也互未来想要有美国梦的移民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但做人若认真，就袂有意外来发生。在日本东北的新干线新干线，伫伊迄天有一台列车用到时速280公里伫咧走，却发现讲车门无开。好佳在驾驶有发现随来停车，是无来发生意外。JR 当日本公司调监视汽车来了解讲，是清洁人员摒扫了后，无甲车门关起来，也无甲顺好势，才会造成车开到一半，车门拍开意外。讲到塑胶有粒啊，无论是伫咱食的水、食物、空气，是拢总有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上新的报告，目前对咱做伙食，也是讲啉水啉落去的塑胶有粒啊，对人体目前是无啥物败害，唔免伤过操烦。不过 WHO 也承认讲，报告无够完整，塑胶有粒的问题会继续来研究。大量的干仔甲其他的塑胶粪扫囤伫咧河道面顶，变做生态问题。真侪人烦恼讲，塑胶有粒仔会透过水的循环去互人类来接落去，对健康造成危害。毋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近发表报告指出，伫啉的水内底塑胶有粒仔的含量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其实并无悬。These particles are present in all waters, rivers, lakes, streams, wastewater, and even in our drinking water. So we are ingesting them, but just because we're ingesting them doesn't mean we have a risk to human health. And so the main conclusion is, I think if you are a consumer drinking bottled water or tap water, you shouldn't necessarily be concerned. 塑胶有粒仔就是讲寸长比5毫米搁较细，塑胶脆片是塑胶用品经过几十年的分解了后，透过动物食塑胶、人食动物，也是水的循环来影响人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若是比150微米搁较大的塑胶有粒仔会去互人体排出来，对人体健康有疑虑的上主要是搁较细的塑胶有粒仔。毋过相关的研究却是真有限。WHO 认为，全世界水资源内底上要紧的问题，毋是塑胶有粒仔，是微生物污染的问题。The top of our list is pathogens
pathogens, microbial pathogens like typhoid, like cholera, like certain viruses. These are things that cause immediate illness and can kill. 1 million people, almost 1 million people are dying of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poor water and sanitation. 塑胶有粒仔是这几年才开始互关心的环保议题，唔那伫水内底，就算伫空气当中，也是人食动物来流通。未来 WHO 会做更加侪、更加完整的报告，分析塑胶有粒仔对整体环境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势。在下晡有几百个中学生在广场来集会，向学界来发声，响应9月罢课，也要求政府赶紧来回应民众5大诉求。也在明仔载有民众发起了823人连手牵手的活动，要让世界看到香港人的团结。也因为反送中的情势引起国际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也搁再发表伊看法。希望中国用着人道的方式来处理冲突，不过中国是一再强调讲，香港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各大班学生穿乌衫、戴嘴安，日伫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回应5大诉求，并且呼吁学界一旦响应9月罢课行動。我哋中學生作為社會嘅一份子，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嘅集會，重新去認識當前嘅狀況。就住我哋近月社會發生嘅事，我哋覺得未必每一個人都可以完全了解事態發展。真侪學生舉雨傘坐伫咧褲骹，閣有幾大位老師嘛去現場參與。進前捌講為着要保護國泰航空，不再因為反送中事件被攻擊，轉是一個前國泰航空技師，嘛是立法會議員嘅譚文豪嘛去現場聲援。睇一睇，究竟你哋認為一個理想嘅香港究竟應該點樣構造？而我哋而家欠缺嘅係乜嘢？利用呢一場嘅運動，令到政府係可以接納一啲你哋第時大個咗係你哋嘅香港係想見到嘅社會公義。唔那香港抗爭行動無效，嘛就受得到國際嘅聲援。韓國藝人金義龍就發起翕用正手甲正對目睭扎起來的相片，代表互港警大上正眼嘅民眾，要互更加儕人關心港警鎮壓示威者嘅情形。活動佇邊車頂懸發假，包括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嘛響應參加。香港反送中受到國際嘅關心，最近美國總統川普嘛再度發表看法，希望中國以人道方式處理衝突，互外界推測有可能和美中貿易戰談判有關係。中國是強調講，香港問題屬於中國嘅內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我們注意到，特朗普總統此前曾經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不需要建議。我們希望美方能夠說到做到。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超過2個月，抗爭行動繼續遍地開花。有網友就號召23佇國內港鐵站外口手牽手，做伙揪出一條香港之路，要讓世界看到香港人民團結爭取民主的決心。大專學界閣宣布9月7日開始要發動為期2禮拜的罷課，並且設下9月13日的期限，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愛回應訴求，若無行動有可能升級做無限期罷課。記者綜合報道。日前，美國國務院批准將 F-16B 的戰機賣予台灣，想未到中國是氣喘喘掉卡轉地。中國國台辦唔那譴責美國違反着一中原則加3個聯合公佈規定，而且也罵民進黨政府迷信刀口唔知見效。但台灣陸委會也回擊講，中國政府欠缺合法處理兩岸關係態度甲文明的水準。美國國務院批准軍售台灣 F-16V 戰機，引起中國強烈不滿。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譴責美國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美中3個聯合公佈的規定。佢點名民進黨政府無顧台灣同胞的福祉利益，身家性命迷信刀口，真無廉恥，堅持要將2300萬台灣民眾帶上絕路，會和歷史處罰。陸委會是批評講，解放軍干擾咱的海峽空域，這是和平破壞者。中共國台辦官方近日對台美軍售的一些批評，我想，完全缺乏妥善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態度與文明水準。1982 was the year I was born. I don't think it was that long ago, so I think that we're still in keeping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at we have here and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李国廷军售案强调无违反817公报，学者分析，这几年来咱国空有明显落后对话。过去台湾关系法以提供防御性武器为主，今年通过的台湾保证法进一步互军售常态化。这个 F-16V 就是保障咱的抗衡能力，呼应美国印太战略，卖互台湾变成对话的突破口。中共虽然说它有台湾817公报，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台湾保证法，所以台湾保证法的法律效力早就已经优于817公报了。那这时候它已经被锁入柜子里面了。林定辉讲，美国支援咱陆军地表上强的战车 M1A2，空军有亚洲上强的中型机 F-16V， 未来配合咱的各南各族，保强海军战力，对稳定台海局势有帮助。在美中部的战之下，两国对期待关系紧张，未来北京当局的态度嘛牵动着美中台三边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顶个月对7间银行发生饲鸟鼠家暴地情形甲引发，想袂到真发生永丰银行因的理财专员偷领客户的存款要到上千万，一直到客户发现银行才知影，有立委质疑讲内部根本就无咧管理。钱可能银行竟然也无去，之前一位民众到永丰银行中校分行领柜查询户头，发现金额减少，进一步追查才知影，原来是分行的姓尤李专透过定存单甲公司背保单，将几位客户的钱偷走，有数千万，一直甲民众向立委检举，规件代志才别空。偷走永丰银的理专，事实上他的犯罪行为已经延续了好几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说，过去金管会在金融监理上，对于永丰银的内稽内控，到底是怎么样在进行监理的？立委表示，这位姓尤李专为自2015年开始，所用客户存款4年来至少7000万，而且过去几年永丰金拢说讲查无，即马连客户几千万无去，都要靠客户家己追查。立委质疑永丰金的内客内控有问题。事实上，在7月底，金管会才公布银行理专减少自罪该法案，华南、联邦、大新、汇丰等7间银行才罚金额4500万。不过，立委认为金管会根本无尽到监督责任，要求金管会甲银行必须在24小时内发布重大消息。银行通报之后呢，我们金管会将会就银行有没有涉及到内部控制等缺失，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行政处分的程序。本来银行就要有义务来提供客户的相关的资料。面对理专偷领客户钱，永丰银发出声明表示，8月19中校分行主管发现后，马上通报主管机关，也启动内部查核流程，报警处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主动将相关资料送到检调单位侦办，影响10多名客户数千万。会甲检调单位密切合作协助侦办，对可能受影响的客户也已经主动联络。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救员工，有影是步数进展。台北市副市长郑家基伫行政议会提议讲，希望将免签的国家会当扩大到中东国家，吸引一寡拍抢的旅客来台湾观光。不过，根据观光局的统计，去年煞无到2000人，而且大多数拢是来讲生理的商务客，而且因拢是新伊斯兰教的，唔食猪肉，若准食的肉，拢爱经过克劳才要来食。而且这对东东的旅客有影响，着困难重重，自然引入外来。台北市这间穆斯林餐厅开店已经超过26档，讲是台北市上在地回教料理，店内唔但有挂清真认证，佮强调讲所谓料理拢符合伊斯兰教义。这个鸡肉、牛肉、羊肉呢也是要经过葬送我们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念2句经文啊，比斯米拉拉或巴拉的，而不是说是菜市场老板不是回头，老板你帮我杀一只鸡，那个我们也不能吃。餐厅头家就是真虔诚的回教徒，伊讲台湾穆斯林的餐厅无济，就算有嘛唔是做正统的，真侪回教游客爱讲伫台湾要找一顿饭来食，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因为回教的教义足严格，强调讲唔但袂当食猪肉，就算讲是料理的食材嘛，绝对袂当甲猪肉来做伙，还是做伙用。Muslim friendly yaitu restoran yang menjual makanan yang bisa dimakan oleh Muslim dan tidak bercampur dengan masakan daging babi。这几年，东协国家来台湾旅游成长真济，尤其是亚洲上大穆斯林国家印尼，去年来台湾的人数已经超过21万人，不过观光人数占比无悬。台北市副市长郑家基行政议会提议，希望免签国家扩大中东国家，向高端的旅客来台湾佚佗。
不过，根据观光局的统计，去年以色列来台湾的人数上济，差不多有9800多人。其次，阿联的台湾人数无到2000个，卡达更较少，敢若114个，大部分都是商务客较济。所以，如果中东其实能够开启是蛮不错的，就是他们像是类似暑假他们的假期出来玩，一个饭店他们不喜欢搬来搬去，一个饭店可能一住就是1个礼拜，甚至1个月的也有。旅行社业者强调，讲台湾要成中东国家来台湾，敢若免签证是无够的，必须要打造回购的优先空间。譬如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必须要甲穆斯林的专区加出来，还有去穆斯林饭店。不过前期考虑到投保率无悬，可能要透过招商，也是政府甲国内回购协会来合作，甲穆斯林的环境创出来，才会当成中东的旅客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对大家来讲，学校这些老师甲学生伫校园内底骑脚踏车是真事上的代志，也因为校园内底太侪私人脚踏车，数量伤过侪，大家啦乱拼、乱停，一定真懊恼。也因为安尼，大要规划一个踩点的电动出版车，要来入到校园内。伫学校内底不三时会当看到学生还有教职员骑脚踏车的模样。大学校内底有29000多个脚踏车的停车位，大学部平均8成的学生拢有自行车籍，硕士甲博士甲教职员差不多是6成。不过因为学校内底脚踏车的数量真正是伤济啊，为着要改善问题，学校规划要互共享电动出版车入来学校内底。教委会已经是有共识的，那基本上会让它试营运1年，如果它营运计划书没有问题，然后会再提送到行政会议里面去做报告，通过之后我们就会让它进校园。照即卖法规，电动出版车敢若会当伫公园还是学校这种封闭的地区来行。目前有2间厂商来讲合作，校方希望讲1个月以内会当收到营运的计划书。目前暂时规划1间厂商提供100台至200台的车，学校内底设10个至20个站点，相关的车速20公里，而且佫会设 GPS 定位。若是开出去学校外口会自动来减速。若是民众想要使用的话者，暂时电工改数10块，过来是1分钟4块，还是5块。校门口，然后如果到后面的话，可能要5到10分钟吧。这样一趟，我觉得有点贵。它的利益蛮良好的，但是因为它在校内，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车速过快的疑虑，会影响到就是一些行人的一些走动的安全啊。有学生指出，学校愿意来试讲共享经济载具是好代志，不过使用的费率敢会当更较俗丽，要安怎管理？停靠站会伫倒位？拢希望讲爱斟酌评估，避免进前乌白课的代志，更一个来发生。校方指出，会等厂商的计划书送来了后开会讨论，必须爱有完整的规划才会使。若是一切顺利的话者，预计108学年的学期就会当来试营运1档。记者综合报道。说落来一件好消息，要报您知，在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社会，而且伫185年的时阵，老人比例会到20%，叫做超高龄的社会。卫福部在顶个月公告一个中照结合着家庭医师的制度，有医师甲护理师会定期去处理顺看看，协助厝内底适龄的老大人以及着控制慢性病人。民众若是需要，会当甲中照中心来申请。住伫咧宜兰的林小姐妈妈已经95岁啊，但是为失智、有失禁等等适龄的问题，定了出入病院。好在后来有社区家庭医师介入，提供去处理医疗服务，才淡薄减轻家属负担。这2年来，我妈妈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觉得很感温暖，也有后盾。根据健保资料显示，2016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总费用差不多3成5，每一位老人门诊医疗费用比非老人高出3倍，而且适龄者有超过8成，佫有慢性疾病，佫有医疗照护的需求。所以，对今年7月开始，卫福部推动居家适龄个案家庭医师照护方案，利用长照结合家庭医师定期家访，协助第2级到第8级的适龄者控制和预防慢性病恶化，减少门诊甲大院的医疗费用。他需要的不只是医疗护理的照护，还有需要生活的照顾。那如何让这2个东西来结合起来，就要有一个中间的媒介。我们的医师还有我们的护理的同仁一致的合作之下，一定能够给我们这些失能的老人家，那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
卫福部强调，长照家庭医师制度是由各县市长照管理中心负责收案，有20万人受惠。长照2.0实施到即阵已经服务超过28万人次，未来阁有长照2.0升级版，会强化大宿舍机构照护。即马等行政协定了后，就会公告。记者综合报道。文化就要互相了解，才袂乌白来。为着要互原住民有合法拍蜡、标旗射间的权利，林务局伫花莲东门部落开放拍蜡认证的登记。不过，当地多个国族人表示讲，敢若有蜡认证，而且有的人拍蜡的证是足旧的，用起来真危险。长期管制办法应该爱修改。台湾原住民有收蜡文化，毋过受限法规，常常因为掠动物违法而被移送法办。而收蜡伫原住民生活内底是传统祭仪甲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说，没有猎人就没有土地，所以我们的猎人是保护动物、森林、土地的。所以过去我们长期被污蔑。林务局今年伫全台北重点原乡发蜡认证，希望部落透过自主管理甲合作单位监测，达到生态永续目的。目前东门地区发112张蜡认证，为期1年未当盈利，必须遵守团体公约。猎人的一个回报机制跟监测照相机的部分来去做，然后由我们政府跟我们的学术单位一起来陪伴。100多张蜡认证，并是每一个人拢有穿，这穿差不多拢是祖辈所留落来古董，真危险。为了安全部落族人，只好偷偷使用无证照的改装枪，不过早就会被移送法办。以前的枪支是比较不安全啦，有时候后膛都会爆炸啦。我们也希望说内政部或者政府能给我们最安全的、跟外国一样的枪支。东门部落目前合法申请枪有86支，不过事后统计有140几支枪。警方表示，原住民因为受蜡需求，也是爱向户籍地警察单位提出申请，若无就会违反《枪炮弹药刀械许可管理办法》。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运的钓时钟，歹运的钓经营，在这个热天，恐惊你灵应连尾就飞无啊！在本地热天，灵应是要大出，却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今年的收成有影是真歹。产地价销已经起了2倍，1公斤是超过100块。根据农委会统计，受到暖冬灾害影响，这个经营的面积是要到2600公顷，产量是减了3成。到8月20为止，农委会也核定补助金额超过2亿4千万。虽然落大雨，不过农友嘛是八关八家，无用咧收林景。蛇人原底是林景大出的时阵，不过即马树仔顶却无偌济林景。今年收成歹，农友讲寒天未寒，林景未开花。就算讲市场价销好，嘛收无通卖。暖冬啦，没有冷到啦，就是冬天不像冬天这样子啦，就是龙眼就是没有办法结花苞这样子，雨水也大概有差一些啦，没有暖冬那么影响那么大啦。农友表示，已经大约3-4甲地，往年拢会使收买5万台斤。今年林景要开花的时阵，温度伤悬，花干若开1成，稀罕米较贵，市场拍卖价1公斤100-200块，农友嘛无会通交。高雄加北边的台中市、各县市拢有摆报迄个财政，目前规个受害的面积是2591公顷，统计加7月底时阵，阮的资料是24%是受到影响。8月20为止吼，一般迄个金额是2亿4978万。受到气候变迁影响的作物真侪，林景的受损算是排咧头前的。采收的时阵，佮拄着大雨来乱，毋若增加采收的困难，林景嘛拢闭开。今年要食到林景，真正是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全台四季果也有人讲北香果产量上介侪的南投大坪顶，满园的时阵，四季果却因为这个大雨来染着病，变色则规个拢总落来。农民也表示讲，损失是超过一半，另外要苦瓜来钓着水上。农委会到现场看，也认定讲南投的四季果、苦瓜拢符合灾害救助标准，会进行现金救助。
这是绿果掉下来，然后这个颜色是疫病的颜色。最近大雨落袂停，全台四结果产量第一的南投大坪顶嘛传出灾情，果树因为大雨感染一病，四结果未付教训，就变色落落来。农民看到园里四结果落甲满满时，真正是要哭无目屎。咱的雨水呢，空真轰炸机啦，已经甲喷落了后，伊大开尔，才当着。含工钱都无。系啦，你也看参这正。现在你含工钱都无。规区拢害了去啊，损失咯，这有要高城去啊，去了啊。现在是初期而已哦，等改天太阳出来，它会再爆发一次啊。四结果灾损严重，立委和农委会主委拢到现场来勘灾。农委会表示，南投四结果符合灾害救助标准，虽公告纳入现金救助。农委会今天就会公告，整个南投的百香果符合天然现金灾害救助，所以每公顷农民可以拿到75000块的现金的灾害救助。那我们有机资材的补助，一公顷可以6公吨，每公斤补助2块，我们可以补助12000块的这样的一个有机质的肥料。大坪顶唔那是结果受灾，另外一项重要的作物苦瓜嘛受到严重的水伤，经过现场会勘了后，赶快纳入现金救助，刷落来派台中农改场来协助农民灾后复原的工课。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市区公所为着要让民众有防灾知识，伫宣导内容也加入游戏，亲像是拍珠啊、摇物件、牵球架啊这些道具，让大家算甲是喙笑目笑，也伫算的过程当中也学到防灾知识。高级牵球、拍高尔夫，这些也只啊定定看到的佚佗物啊，详细个看内底其实有挑工设计过。台南新市区公所发挥创意，将防灾知识融合伫内底，来推广防灾观念。发生灾情，咱们来互咱保护咱家己，互咱知影讲要去到闪，要去到避，啊要到寻求到资源来协助咱。莫讲啊去咱发生代志，大家拢唔知影咱要去到避，要去到闪，啊要到寻求到人协助。区长表示，成立防灾干妈店，就是要让市民了解发生灾害的时阵，到底爱避去倒位，将防灾观念拢设计伫这套物仔内底，增加趣味，会当一边耍嘛一边学习。透过这些游戏来了解说，比如说像地震的时候，我们地震怎么应该要保护自己呢？就是地震保命3步骤：趴下、掩护、稳住。那透过这个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了解，或是让大人知道，让各里的居民知道说，他们在哪一里，他们所居住的里，他们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边。区公所改变传统的宣传方式，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吸引民众的注意。未来嘛继续做出更加无同款又阁好耍的佚佗物仔来宣传防灾观念。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就要来，咱做伙来看气象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6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到这要切摆，感谢大家一听爱。虽然暂时的落去是真无奈，望请大家明仔载继续甲阮看，搁再来。我是嘉豪，到这甲讲再会。